嘛甜。Honey Honey， 幸福的滋味，只要有我有你，谁人拢是好开始，心足意愿满满甜甜。Baby Baby， 代志呢是他意。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第5格，1、2、3、4、5，第5格，对，你要找这个点点。我感觉伊互我伤济啊，互我济到我毋知要到底要摕倒一项安尼啦。因为我一个足巧的嘛，看就知影就是很聪明的人。然后伊会想足济，伊会想到这，想到第1步就先想第2步，搁想第3步，想第3步，搁想到3之1、3之2、3之3。哦，伊的方向是安尼，你甲伊讲是伊是这种的，我印象中伊是安尼啦。所以伊足巧的嘛，但是伊想足济，伊一解落转来互我的时阵，我会变做我毋知要反应倒一个部分啊。即摆事后甲想起来，迄个时阵我学足济物件，对吧？学着讲哦，咱要怎做唱片，唱片应该要注意的物件是啥物？要做一条歌，哦，莫讲咱这要做唱片，咱要写好一条歌，其实迄当时话节多多少少拢教我教真济啦，对，一条歌是毋是完整？这个前后的主题有呼应无？你的重点伫倒位？哦，包括伊当初教我唱歌，哦，教足济，尤其是教我唱歌教上济。我一直互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真巧、真善良，然后你讲的多变嘛，真多变哦，对，然后真热心啦。我感觉我一直唱歌真有感染力，伊的感染力无共款。对，伊迄种感染力，你感觉讲这个人真正是捌足济安尼，懂很多，然后没有一语道破你，但是伊的歌声呢，互你感觉讲你唔知，伊拢知，安尼。我感觉是安尼啦，薇姐好，我要特别甲你感谢，就是讲感谢过去迄段时间。你甲我教足济物件，尤其是甲我教要怎甲一条歌好好唱，一条歌要怎甲唱好，实在足济美感的然后佮甲我教这个唱片，这规个制作的过程，有遮尔济大细项的代志。然后后来我这1、2年去师大读这个流行音乐系，才甲遮物件佮全部学一遍，我才回想讲原来。你伫遮尔短的时间，甲我教遮济物件，互我这个受用无穷。那最后想要祝福薇姐，互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若想起你，笑眯眯。花灯在开，人灯在水，这就是甜甜甜。若看着你，笑眯眯，春风满面，深深爱意，那个伊甜甜甜。只要有我有你，每天拢是好日子。啉水嘛甜，做梦嘛甜。Honey Honey， 幸福的滋味。只要有我有你，谁人拢是好。心足意愿满满甜甜 ，Baby Baby， 代
代志呢是他若看着你笑眯眯，春风满面，深深爱意，哪会因只要有我有你，每天拢是好日子。冷水嘛甜，做梦嘛甜，哈尼哈尼，幸福的滋味。只要有我有你，双人拢是好开心，心足意愿满满甜甜。代志呢是他意，只要有我有你，拢是好日子。冷水嘛甜，做人嘛甜，哈尼哈尼，幸福的滋味。只要我有你，双人拢是好开心，心足意愿满满甜甜。Baby baby， 代志呢是他意。遮贤唱歌的人本身佫遮贤写歌，是啦，咱赶紧来欢迎。哇，今仔日个种毋知要安怎样个解说，咱的歌后嘛是咱的名作词作曲家傅威姐欢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布美。咱看到讲，你甲真侪遮音乐的遮伙伴，是一直咧试验，愈行愈真侪不共款的风格，尤其是一直咧试新的台语歌的开口。算用心吗？其实我爱玩。我想讲，这音乐咱搁当创啥？因为之前咱唱过流行歌，好，然后唱所谓的巴拉歌啊，到最后你会感觉讲啊，我细汉听的歌，我是不是会当搁做什么款的演出？啊，是讲我即马生活的物件，我敢有法度融入歌曲啊，唱出来，互大家感觉哦，咱互相有换那个心情。所以我一直在想，会当做啥物？所以我做了很多不一样，所有东西的试验啊。头拄你讲得真好，我一直在试验，但是我唔知影做了好无，但是我努力做。系音乐这个物件，系感动甲袂感动，在公认的，毋是咱家己品的。足侪人吼，家己开钱出专辑送人，人佫感觉讲这个音乐足粗。啊，傅威姐吼，近摆安尼认真伫咧发表新作品，拢互足侪人不但感动，而且钦服。你像讲。听你咧唱台语歌，才知影讲哇，会当表现这个jazz的气味，是真讲究。规底专辑台湾jazz，对，迄个时阵讲起来，原来是市场无人咧做啦。我其实唱片出来时，我有拜托江惠姐听看嘛，伊讲啊，咱无共世界啊。我说啊，好不好听？你给我评论一下。伊讲无，咱无共世界。所以我觉得好玩的是，我们可以做出无共款的。气氛，咱细汉其实咱细汉听足侪歌，拢无共的演出方式，而且我感觉足侪词曲吼，咱袂使讲互伊听一届就好，咱应该想讲啊，佮有啥物氛围，啊是有啥物兴奋，互这首歌会当佮唱一遍，佮另外佮唱一遍，互大家拢熟悉这个歌，甲你的心情啦，甲你的兴奋啦，甲你的种种有一些连接，会更感动。所以我一直在想看会当做什么物件啊，所以台湾jazz这张，
试足侪无共的款的歌，我差不多按几百首内面，用迄歌名，然后想，这首我有听过嘛？有诶，啊伊会当做啥物？啊就这啊想普通做swing，啊大家拢感觉驾驶的做swing袂使，咱袂使惊做swing，咱嘛爱去做啥物？所以一首一首慢慢啊挑，啊请朋友听，请老师听，大家听了讲，这首歌咱可能当做看卖，对啊，我才开始。我记得有的做浪曲，有的做巴萨罗嘛，足济啦，无共款开口拢伫遐表演。这所谓专爵士啊，是各种什么 alternative， 就这种无共款的味，我觉得一点点不一样就好啊。我就是要唱出这个感觉。迄阵我记得我甲像范仲佩老师啊，林海老师，我咧聊这件事的时候，伊讲，我爱安那编，我讲不要紧，老师你尽量，你不要管歌手唱什么，你干嘛这个旋律你要甲编成什么样子，你要加迄个贝斯，你要加钢琴，我要用很独奏的方式做，我不要紧，你就做，我们一起把它完成。大家拢知影，你唱华语歌，这嘛华语的，这嘛华语的，对，啊，迄边，足久无出歌，结果出讲，我要台语来做驾驶，什么款的 idea？ 你捌甲谁安尼详细讨论过，讲决定用台语落去。讲我台南人，我讲我自细汉伫厝内拢是讲台语，甲阮阿公啊，甲阮亲戚朋友，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讲台语讲伤济，人讲你爱甲我爱好好练国语，还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在讲聊这件事情，讲你讲台语，你唱台语歌吗？唱啊，好啊，你要试看卖嘛？好啊，人讲报台语歌你也要唱无？会啊，我说太好了，咱做一个大家觉得耳目一新，感觉你讲报味，你傅威你可能有听过，但是你讲报味的时候，这个名，我就是要做这个味。我嘛还佫会记的。迄个台湾驾驶的专辑，你今日吼，来那个阮重现，熟悉朋友无看到迄个 CD， 迄个 CD 一来，也有请到台湾歌王黄瑞芳老师，甲你露名推荐。是。嗰另外一位就是咱爵士足出名的蓝调的蔡爸，嘛甲你露名推荐。是。连听驾驶的人都学到，每一方面大家拢肯定，这真正不简单。唔敢嫌，我尽量唔敢嫌啦。试看嘛，因为我无啥物范例，互你抄这个歌，无啥物咱都要做无共款，所以你若想讲要去抄别人的啊，是要去借样人的做法，你嘛无法度啊。你若去做别人的，安尼就是唔是报味啊。所以一直咧想要哪做较好，所以迄阵其实嘛是会有压力，因为人就感觉你你毋是唱华语歌的。所以人嘛是在考验，人嘛是听歌的时候嘛是咧注意你，你安尼唱敢对，所以迄阵的心情其实嘛是欢喜，但是嘛是有压力。这是2002年的作品，我搁摕出来听的时候，我感觉无漏气，还会当算讲做骄傲讲，这个代志我经过23年了来听，袂歹呢。佫是袂歹呢，就算我无唱，你听迄歌，听迄看迄词，听迄个编曲，我感觉无被时代淘汰，是一个还可以留下来经典啊。你是足爱算音乐，是我知影讲吼，你是真难得讲，对别个范围一直算来到音乐界，算来到演艺界。你是中兴大学的高材生？无啦，毋是高材生，普通尔，普通尔啊，法律系，对，唔系啊，迄毋是普遍人会当考的啊。无啦，都真普遍啊啦，只是迄阵选这个系是兴趣，真正兴趣，所以迄阵选所有的填入学系，我只有填法律系、法律系，我做兴趣，我感觉这是一个追求哈。读册过程中吼，咱知影讲，老师对音乐吼原来无放。因为尾就参加比赛啊，就踏入这道啊，就一直算来到这啊，等到法律甲放掉。迄阵我记得我是学生时代去参加比赛，得冠军嘛。知影的人就感觉说，咱贴一个红榜，
当校园啊，伫公布栏爱听一个恭贺法律系什么人吼啊得冠军啊，然后大家经过拢感觉这像，敢是我熟悉迄人，迄敢有在唱歌，伊哪会走去比赛？啊，佮得冠军，大家拢感觉做意外，无想讲我会安尼，而且因拢想讲，我即个毕业吼，一定去法律系做相同的工作，啊，应该去读册佮转来啊，从事这个本业工作，但是拢无想到，所以大家拢感觉跌破眼镜，你哪会走去做这道？但是后来伊嘛是我最好的支持者。风吹着孤野青，稀稀微微，心碎在过要落的时，爱掺着咸酸甜苦味，随命不由己，啥人惜阮对情人的滋味，有生无食，要孝无声。爱愈深，愈想伊心愈痛。不敢不茫双人行，照今夜月日放中看。伤心歌声，找无人听，等待叫阮的名。因为着一段情，甘愿孤单，我毋捌照过一冰山。世间情，世间人听怎？有缘无手纸，手中线，最后也是手中线。无心无食，要孝无声。爱愈深，愈想伊心愈痛。不敢不茫双人行，照今夜月日放中看。伤心歌声，找无人听，等待。细汉，伫台南，甲爸爸妈妈生活的过程中，吼，安怎样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阮爸爸妈妈讲吼，以后人啊讲到这个代志，一定会讲，我这拢是阮爸爸妈妈的天分，传给我的。有交代安尼就对了。一定会讲是因的关系，所以我较会唱歌，迄拢是阮爸母就讲唱歌的关系。对啦，爱互伊养一个。对。啊，但是事实嘛是安尼，我有当时回头想，我细汉的时阵的，阮妈妈会弹风琴，伊是小学老师。阮爸爸伊的兄弟姊妹若聚在一起，伊嘛是唱歌，都自己弹钢琴，爱唱。虽然你甲我
每日在空中相会，嘛是会唱这，嘛会唱迄落笑开歌，迄叫啥？迄个阮哪会这歹命，出门拢坐家庭车。所以我感觉我有受到因的影响啊，不管是英文歌、日文歌，想讲日文歌我就是听大家咧唱，我的亲戚咧唱咧，好咧嘛咧，咧唱啊。英文歌是因为阮爸爸伊算讲迄阵迄年代内面唯二的飞行员，嘿，迄阵较少嘛。他是唯二台湾籍飞行员，所以我迄阵做这英文歌，阮细汉时袂晓讲英文，阮爸爸嘛讲了，可能无介水啦，但阮嘛拢听无。阮爸听别人唱，就倒来教讲吼，即句安那，阮嘛毋知阮咧唱啥，嘛是唱啥物 Beautiful Sunday。我到即马嘛毋知伊到底教啥物，啊，阮就学白学，啊嘛是安尼耳濡目染，到即马遮侪岁啊。但是迄阵。每一个时代，因教我的歌，互我听的歌，嘛是影响我到今嘛。所以有后来不是写歌嘛？迄写的歌，人讲，你哪？我讲有着，就爱有英文，爱有日文，爱有台语，爱有自然味，自然味。安尼就是因为这就是我按细汉到大汉，安尼大汉的。除了天分以外，是毋是自细汉，你有安尼加减讲对唱歌，甚至讲对旋律？特别有兴趣，对当时开始，你会感觉讲，我来比赛一下，我会当安尼甲人小比拼一下。我嘛是安尼想，我细汉应该足有表演欲啊，足有的，但是我比赛界上拢无赢过。按幼稚园、幼稚园开始，我感觉我记得我去唱歌啊，敢完全没得名，还是无唱完啊。有可能是好咧转去的，我嘛袂记真。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人讲感觉我唱歌好听，但是我无法度参加歌唱比赛，好像就是无法度表演得很好。就是因为我最后在大学时参加的时，我感觉我唱的时迄个家己伫台顶听家己唱歌，足清楚。我嘛感觉真感动。迄届我就感觉我有可能是开窍啊。我有可能真正会当唱歌，迄其实是到最尾期的时阵，较开始想讲，我应该会当试看卖即度。啊，得奖迄摆呢，就是迄届想着讲，我竟然会当得奖，啊，是毋是爱试看卖？得奖之后，都有足侪人会甲你接洽，想讲你唱偌久啊？我讲无咧，我搁伫好好读册。你要试看卖无？结果其实阮厝里人我提到一点点尔，阮厝里讲，你着读到即马啦，你若当初你若想要唱歌，你就毋免读到即马，你着早早就去唱就好啊。是安那这阵要换，迄其实家里不是太同意，然后爸爸讲完，妈妈讲完，就叫阮哥哥来讲你但是我是最小的。做听嘛，做听我唯一的女生在家里，安尼感觉袂使讲伤重的话，所以拢轻轻的哦，甲大家来讲，你敢要唱歌，安尼敢好，安尼一直讲，但是我嘛一直证明讲我可以唱，伊嘛是看咧，伊嘛无变歹，安尼就慢慢的变成彼此的骄傲。其实迄阵比赛了吼，加有趣的部分是因为我比赛先上英文歌比赛，结果迄阵的评审老师就讲，安尼你应该真知影英文歌，啊无你先来做我的助理。所以我迄阵按幕后去，因为在做英文歌曲的合集，我就去帮忙翻译啦、听歌词啊，做一个桥梁。所以我是其实按助理开始，迄阵拄好有明天会更好。因要做一个英文版，做英文版会当在亚洲发行，有英文版。结果迄阵就讲，你要试看卖无？我就真正去试啊。我即马看起来三十几年前就做这件代志，所以迄阵听讲足侪人去学英文，补习班啊是啥物英文的时，因会用这做一个辅导教材，叫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是歌词安那你翻的是无？迄歌词是我翻的，唱是别人唱的。哦，迄阵有一个团体，你的把这个明天会更好要做成亚洲版的亚洲发行，所以要紧就是歌词是你翻的，嘿，我翻的迄阵，起价无赔啊！你迄无介绍，但是有这个机会，我就感觉爱把握。所以拄啊好，层层叠叠的机会，我就想讲，安尼真正是造就我可以感觉，我好像可以啊，我自会做。那有人爱听，有人希望我做，我就继续做。被需要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代志啊。有影，啊是啊，无几年啊，你就出去嘛，你就出去嘛。咱数学唔通伤好，嘿对，就无几年尔，都3年前的代志。你出去接的时阵是唱片公司专工来找你？是我进前唱片公司，我是签伫天蝎座，后来因甲歌林合作，所以所以有这个迷雾中共有这张。老师，敢是这个时阵你开始用报比这个名？哦，之前都有用过，但是若是做助理啦、写歌，迄拢是用本名。所以阮爸有讲伊爱做趣味的代志，伊若来台北，人就讲富爸爸，富妈妈，我若转去台南，伊我就都恢复伊的本性。嘿，就是你爸爸、你妈妈，嘿。就是伊拢来台北对我生啦，嘿，真趣味。是啊，阮爸爸是因嘛是感觉后来对这比如说那个迷雾中共舞的歌林唱片有做者师兄弟姐妹嘛，人要拍 MV 的时阵，就讲恁爸妈会当招我一下无？哦，尽量去，因就去讲演人的父母，所以伊拢出现伫别人的 MV 内面。原来不是干那你有表演欲，对，吼，伊唔知暗看偌久诶，等这个时阵，那个甲我讲迈入这一个行业，结果伊自己很高兴，嘿。多情的海，定在心碎也是无人知。目屎淹甲目睭目白，等风吹梦通摇动啥悲哀，望来望去无将来，可能痴情亲像憨呆。多情的海，17八岁出来谈恋爱，甘心对了茫茫情海。等风吹梦通摇动啥悲哀，望来望去无将来，可怜痴情亲像憨呆。是透早到暗见3摆，不愿 say goodbye， 是满腹的精彩啊！讲予全世界，讲甲爱甲这厉害，啥物都无爱，是固执个性无人知，只有伊了解，是伤心流目屎啊！流甲做水在，也坚持心内的等待。是假恨假爱，啥人知？只有伊了解。在无情的世间啊，多情人会害，安尼浮浮沉沉一世人，有天来安排。多情的海，17八岁出来谈恋爱，甘心对了茫茫情海。
等风吹门当摇，当声悲哀，望来望去无将来，个人痴情亲像憨呆。是透早到暗见3摆，不愿 say goodbye， 是满腹的精彩啊，讲予全世界，讲甲爱甲这厉害。啥物拢无爱，是固执个性无人知，只有伊了解，是伤心流目屎啊，流甲最水在，也坚持心内的等待，是假恨假爱啥人知，只有伊了解，在无情的世间啊。多情人会害，安尼浮浮沉沉一世人，由天来安排，由天来安排。你讲爸爸是唯二台湾人的飞行员，是，我讲起来，迄个家庭应该足好过啊，应该还好诶，小真康用心甲恁栽培啊。厝里的情况，我感觉是小康吧，但是阮爸妈感觉，那阮想要学啥，就尽量做甲到。我想要学书法，我妈讲咁真正，我说袂，我就去，学诶，学无偌久，我嘛学差不多啊。伊讲哈，我想要学钢琴，我想要学跳舞。我妈妈其实他们真的很认真给我我想做的，然后其实嘛玩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养分呐，多谢他们，也不是伊嘛无想讲这个囡仔我将来要叫伊做音乐家，还是舞蹈家，还是书法家，就什么拢无想伊家想讲伊若想讲。要好好长大，伊就讲要读法律，就互伊去，安尼就对啊，唔免管伊，就是到即嘛安尼。感觉囡仔无变歹就好啦。嘿，是我好像最不烦心的应该是我嘛，无想讲变化上大的是我，但是迄阵就是这样一直以来的长大，因嘛是感觉可以看看这孩子怎么做安尼啊。唔是干那唱歌尔我知影讲你搁去人的 MV 内底吼，搁去主演，搁去演我社工呢。我副委呢？你嘛表演力呢？被发现我硬硬要甲你置入一个角色对无？迄是因为迄是阮公司嘛是我制作的原屏这个伊的专辑，这个主打歌内面，所以伊是写讲有闲转来坐嘛。那这首歌其实大家听迄歌名有闲转来坐，就是回家的感觉，家的呼唤，或者像咱来台北读册，还是来台北工作的人，你若想讲，厝内面有当时你嘛是会讲，我嘛无啥物成就感，好转去厝里，还是讲，伫厝里的长辈啊，是亲戚咧想讲这个唔知过了好无？但是大家袂出话讲你转来哦，你转来无就我要转去哦，嘛是拢大家默默的放在心里。我感觉有闲转来坐就是一个最温暖、最轻的，但是其实感情很重的一个歌曲跟意境。所以迄阵做这首歌的时候，我嘛是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歌曲，然后也完成它整张专辑。其实我就是制作人，所以我几集，白天伫录音室，可能晚上我那种 MSN， 迄阵还有 MSN。用录音直接通话，一句一句来，所以我差不多阵差不多几个月、2个月哦，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什么事都没做，就是做这个工作，把它做好，今晚想想的讲，我你有提起讲原平的专辑，你有听过？太好了，安尼咱嘛是完全没有遗憾。
啊，不过吼，老师这真耗能量，足忝。一定啊，但是咧，人家咱讲欢喜做甘愿受啊，是啥？你就感觉你很喜欢，咱就尽量做，你唔通做迄个有遗憾，因为像咱即马唱片做好出来，啊，咱听到就是迄届你的心情、你的心理，甲你的唱功各种各个老师们做好的一个作品啊，你若后悔是袂赴啦。所以你要在那个时刻，你自己就要感觉讲，应该安呢不会有遗憾吧？安尼要做到这里，啊那无你就继续做，因为我感觉阮经纪人嘛有一句话讲好，你是要做出来红笑的哦，嘿，还是你是要做出来讲歹势？啊，我讲是，叫伊卖遐歹啊。不就是这个字虽然少吼，虽然有点狠，但是对啊，你是要做一个作品来甲别人讲啊歹势哦，安尼咁好对啊。用心计较，甲这个唱片业务好，讲3个月半档一档出一个专辑，这一坎。老师你唔是咧，你自足少年孙吼，就每工现场伫咧 live 演唱，是足侪场所是逐礼拜是人是无人日的，拢会当去听你唱 live。每工人客拢无共款，迄款消耗能量，迄款现场表演的精神，绝对是下搁较重的。真正无热忱做袂落来，但是你会很enjoy， 你知道自己享受了那个 moment， 你感觉迄个时刻，你甲你的观众、你的听众，伊的眼神交流，你感觉这首歌我唱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唱得不错，但是他眼神嘛，高我讲，他好认真哦，就是你何德何能，你唱一个歌，啊人付钱，然后到现场还花了时间听你唱歌，啊你若唱好，伊个给你掌声，伊很忙观众很忙，他愿意这样付出，给你一些热忱跟回应，你要很开心讲。咱有这个能力，搁有这个机会，会当甲大家做伙，然后唱一个歌，互人得到他的满足。我当时我想讲，彼此都已经应该算功德，因为你听迄个歌，你感觉很高兴，你高兴，有人帮你高兴，你难过，有人唱一个歌代替你的哭，还是你要哭更大声，甲你互换你的心情。我感觉这个嘛是一种。现场沉浸式也是一期一会的事，我每分每秒都有享受。但是如果说，有没有觉得心灰意冷？会，你得感觉，这首歌今仔掌声无长济，我家己想讲啊，是不是我下坡啊？然后半夜想讲，你唱了拢做暗嘛，他们会当唱，可以当唱偌久，就是很多怀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一直挣扎，一直但是还要唱嘛，要，然后一直挣扎，一直要，就一直唱到现在。嘛，足侪人吼，转到公共电视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爱》，听你的作品哦，我都介得知。稍等咧，咱等下咱节目中的现场，甲傅伟老师继续开讲来讲近来，哇！这2条台语的作品造成足大的轰动，尤其傅伟老师今仔日个真正做啥拢足认真、足诚意，甲咱带几旁的乐团要来表现台湾版的，绝对甲即马抖音咧时行，对中国流传来的歌无较输，无卖吼。就等下来甲傅伟老师继续开讲。熬成波，生命筑成舟，时间熬成波，生命筑成舟。你反应有够 over， 做法真正 over， 你的时代已经 over， 你已经 get over， 无卖 get over， 无卖拢卖无卖，你的做法爱改，歹习惯爱改，即马无人听你乱改。无你去这改，点无卖，你去这改，无卖，无拢卖，无卖，无卖，无卖。
不拢买，啊不买。我爱的是他，我爱的是他。你只是物理上的乌鸦，你只是赠品不能降价。Love no fight， 我爱是伊，我爱是伊。我可以煮菜就来洗晒，像爱灯泡最爱的舞台。我爱的是 Love no fight， 时间熬成婆，生命煮成粥，时间熬成婆，生命煮成粥。我行过的桥，较多你走过的路，黑羊白羊一起跳进河，啊无让你先过桥。啊无买，你先过桥，啊无买，啊无买，啊无拢买，啊无买，和童话一起幸福，和王子一起快乐。相信这里只有毒苹果，啊无买，只有毒苹果，啊无买，啊无拢买，啊无买。时间熬成婆，生命煮成粥。我爱的是他。你只是物理上的乌鸦，你只是赠品不能降价。Love no fight， 我爱的是伊，我介意煮杂就来熟悉，想念当初最后也不知。Love no fight， 上水安排，啊无买。什么款的缘分讲会来讲？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来写主题歌。嘿，我记得制作人讲，伊想要有一首歌啊，很吵。然后伊讲，你不是台语袂歹？讲可以啊。伊讲你要试看卖无？伊可能有收过几首歌，可能无遐满意。但是因为熟悉嘛，伊就讲你要试看卖，我讲会使啊，试看卖啊，要紧我先下来你看卖。跟伊甲我讲了，啊，互我看迄故事的一个简介，啊，差不多2-3分钟，大概讲完。我讲我知。结果我差不多这首歌3天吧，3天来写完，然后写了，伊讲我没想到，我说安尼好，安尼真好，嘿。就这么缘分就是来了，然后伊讲你要试看卖，我讲好，就这样。歌迷吼，嘛是关心你的感情，都无看到讲吼，啊你有进入家庭吼，下底啊拢无嘛，啊但你咧写这个大家幸福这个角度，是一定互制作人感觉抓到重点嘛。嘛是爱感谢伊的故事，伊很像在 battle 2代人或3代人 battle 迄个感觉。我 battle 就是一点仔饶舌，有一点点呛，但是因为是家庭，咱卖甲写讲，咱即摆做流行用 diss 的方式，咱唔通做，咱做幽默一点，有一点小地狱梗，但无遐济啊，这样好不好？哎就好。所以过一下呢，我就是把很多故事下起来，然后2人3角。你是不是咱这会在一起？你若2人3角不同心合协力，安尼这个家庭嘛是拢散去。所以是不是咱会当和好，然后可以互相包容？我最后写的是讲上水的安排，啊不买，就是你要弄到大家都不要相处吗？啊无买是咱定下讲的口语嘛。老师，我都刚才想要请教你这句，刚才这句吼，迄若唔是正日日生活咧讲台语的人，伊想无呢？是啊，迄但是这是我生活当中上定定讲的代志，尤其是阮哥，我哥哥2个人啊，定就是讲到最后是啊无买啊，啊无啊你无爱买啊，就差不多拢是这个口气，但是因为我们口气也不是骂人，所以伫厝内啊无买是一个。定定用的话啦，我感觉用到家嘛好，而且很好学呀。大概我阵我记得我刚上档没多久，然后去那个夜市，然后夜市走，我发现那个小朋友做细汉我唔知几岁，差不多3、5岁安尼，
伊嘛伫遐阿无买，我毋知伊敢知影阿无买是啥物意思，但是伊嘛是阿无买，阿无买。我想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有红哦，心里是蛮高兴。啊，你毋是甲往去边啊？讲我原作者，我原主唱人。唔敢，但我怕影响他。伊讲，你唱我无爱听，原来是安尼。不，我心里想是一个嘿可爱的姐姐。是可爱的姐姐。但是这阿无嘛是，其实虽然讲我定讲啊，我3工啊无啦，其实我心里非常高兴，可以把我看到的啊生活当中，我感觉会当写出来故事浓缩跟大家分享。然后最后我还是要讲说，你会为了这些事大家冲突不要吗？啊，你真正要阿无买吗？上好安排。本来你家己来唱啦，我相信讲观众朋友都会足欢喜啊。谢谢。你哪有一帮人来唱？对。什么款的缘分？因为其实我咧，因为写这个歌的时阵啊，我家己嘛是用足侪身份。我写这句的时阵，我可能是婆婆；我写这句的时阵，我可能是媳妇；我写迄句的时阵，可能是路人，嘛可能是小狗啊。所以我用很多身份在写这个歌词。写开始感觉唱的时阵，就爱招无共的人，伊唱出来的声音，较会无共款，较会无共的角色。我觉得很像一种歌舞剧啊。其实那个歌词加歌曲的意境，我是希望安尼做。所以我感觉今仔日来到节目当中，我感觉以前可惜无法度把这个，因为它也是一个很重节拍，让大家感觉到有戏的成分。有舞蹈的成分，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有舞蹈的方面吼，迄歌的延续性跟画面感会更强。迄阵可能伫咧宣传时无时间让做这代志，嘛无迄机会。但是今仔有这个机会，我希望会当互观众朋友，互这节目拢有感受到讲啊，这首歌其实伊还可会当这么做，我还可以当安尼学，嘛会当安尼唱。然后有一个无同的空间，让大家去想象这首阿无买的感觉。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这个人小讲，唔那跟他阿无买，嘛亲像老师你拄我讲的，无真正就买嘛，但是吼上好的安排，所以收煞嘛，收煞就要有一条甜甜甜的歌，有这条。听讲咧替台南人吐一口气咧。人毋是讲你若讲食甜这个代志，你若有着台南人，你毋通讲这个代志，这个物件甜。你若毋是台南人，你拢无遐甜。所以台南应该是12分甜吧，全糖12分糖安尼。我感觉甜不只爱甜，爱写一首歌，甜甜甜。你袂当读。甜甜甜，安尼就无味啊！爱甜甜甜，到我咧滋味出来。因为我感觉在这很多歌曲当中啊，咱其实在演唱的时阵，希望有这首歌会当表现着讲，即马就是这个时阵上圆满的时阵啊啦。所以我想要有一首歌，咱什么场合都能唱，什么年纪拢能唱。因为有一寡悲情歌可能无适合小朋友啦，或者太多情爱不适合。但是我感觉爱写几首歌，会当互大家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拿出来唱。所以我写一个甜甜甜这首歌，其实这首歌花我的时间很长，我一直改，愈写愈长。后来想讲，一首歌爱遮长的字，较会当改水，安尼就唔是啊。安尼无成歌，所以我变得更短、更简洁。想讲怎么在几个字内面会当互大家感觉讲这个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斟酌，一直斟酌。所以其实这首歌写介久啦，想要做一个复古，但是不是古人唱的歌，是现在做的复古歌。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看迄个歌词的时候，你会感觉一个。内面我就是要写甜甜甜，这就是所以一个不字、一个否定词拢无，规个歌词内面找袂到讲无好啦，尴尬啥物无，就是好的，全部拢好的字。我就是希望表达一个正能量，大家听就快乐舒服的真正甜甜甜。特别甲大家讲，我毋是写错字，我毋是写唔对字，因为有人看歌词了讲，F 姐你迄字是毋是写唔对？因为我有一句叫做
心足意满，满满甜甜。结果你会发现，咱若要写较浅显易懂的是心足意满，满满满满。人想讲，甜是不是满满甜甜？不是，咱不是茶甜好甜，就是甜甜甜，嘛是甜的意思。所以心足意满就是满，然后满满甜甜，5个满字不能再好了，就是要写好做圆满啊呢。所以迄阵用了一些心思在上面，然后有我头都要讲代志你是台语，这是日文。然后 Honey Honey Baby， 就是咱常常细汉听，迄长辈唱歌，英文可能无介够唱，但是 Baby Baby， 这几句一定唱得准。一定爱有啊，Honey Honey 一定爱有这个，所以我的够一下，所以这首歌也发现字不多，但是真足啦。我相信嘛，干那你有法度唱出迄种甜甜个甜甜的感觉，你唱嘛系足侪心情啊。是，尤其是我想讲。咱在听较复古的歌的时候，有一寡技巧，有那是唱台语歌不可或缺的元素，比如讲若想到你笑眯眯，你着爱有迄个转音，迄个味较有对啊。Honey Honey， 幸福的滋味，着爱有迄个滑音，你有感觉这个，然后心情啦。你心情一定一定爱是甜的，你的心情好，你的歌一定是甜的，一定是好的，因为迄影响嘛。你若笑的时候，你唱的歌就是嘴角上扬的歌嘛，所以我感觉心情嘛是最重要。人生有足侪苦难，拢甲放下去，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安排，对，上好的时机，上好上侪满意，甜甜甜嘛。是。老师，多谢你来开讲，搁这谢谢诚意，邀请你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共款，在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我们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谢谢，好。老师，请坐。好。请坐。哎呦，好。老师，我相信讲，真侪观众朋友一定甲国前共款。哦，歌真好听，唔知影你写的。所以后摆吼，不但爱接写歌，搁爱定定路边讲讲，这歌我唱，啊定定来开讲。老师多谢你，谢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老师多谢。谢谢。生意讲，阿无买，绝对今仔日